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列王纪上》的第11章，11章第一节，法老的查某囝以外，所罗门王嘛爱真侪外邦的查某囡仔，包含摩押、亚门、以东、西顿、甲赫人的查某囡仔。上主捌命令以色列人讲：你毋通甲遐个外族人通婚，因为因会因由恁的心去对别的神明。毋过所罗门贪恋遐个查某囡仔，伊有娶700个公主做某，阁有嫔妃300。这个女主诱惑伊的心。所罗门的事迹在列王记上第11章继续来记载，历代志就没有这一段。在所罗门所娶的妻当中，从法老的女儿，还有摩押的女子，所以我们可以按着地图来看：法老的女儿、摩押的女子、亚门的女子、以东的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总共这里提到的6个地方啊。那这6呢，跟昨天666他连得的黄金，那都有这个6的数字出现。这些国的人，其实在申命记第7章1到3节，上帝就有提醒，不可通婚，也不可跟随他们的神明，因为申命记第7章提到说，这些娶外邦的女子会离弃神，去侍奉别神，而神的怒气就会向他们来发作。所以早在申命记的第7章，甚至在出埃及记的34章，那上帝都有提醒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赶出迦南地的这一些国家迦南7族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主要就是因为会被引诱。那所罗门在这些当中呢，他却没有听第二节说，所罗门为了爱紧紧跟从他们所罗门为了爱这个字的爱的意思呢，是紧靠或是黏附着，心系链着，所以所罗门的心呢已经被他们吸引去了。所以所罗门总共爱这些外国女子自己以色列的女子之外，他又爱各国的女子，所以娶了700个公主那这700个公主有这么多个国王吗？有这么多个国家吗？这些公主它的意思是指尊贵的妇女或是贵族的妇女。那300个妃嫔，那加起来1000。好，那这些呢，加起来呢，都在引诱所罗门的心呢。那甚至我们看到后来所罗门的王位是交给他的儿子罗波安。其实罗波安的妈妈就是外族的女子，是亚门人是亚门人。所以所罗门他的智慧显然无法抵挡这些外族女子的引诱惑。那第4节我们在申命记的17章17节，我们昨天有引用这一节上帝也有交代，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免得他的心偏离，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好，那这几样事情，包括前面的17章16节，战车马兵这些呢，所罗门他的心呢都寄托在这些上面，而不是寄托在神，也不是寄托在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上面。我们继续来看第4节，所罗门年老的时，才会某诱惑伊去对别的神明，伊的心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的心，完全顺服上主，伊的上帝。所罗门去对西顿人的女神阿苏塔略，甲阿门人同厌恶的神明摩洛。所罗门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专心顺服上主。迄时所罗门为着摩押贪仰恶的神明基莫，甲阿门人贪仰恶的神明摩洛，伫耶路撒冷对面的山顶起山头坛，
遐个外邦的某，拢对因的神明烧香献祭，所罗门嘛为着因安尼做。那所罗门不是体力的问题，是心力的问题。就算他有这么多的公主妃嫔，但是他的心呢，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在神的身上，为了爱，为了心被黏住、黏附在这些外邦女子的身上。第四节说他年老的时候，那所罗门有多老？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所罗门的年纪呢，不会超过60岁，他一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他60岁以前，50岁左右，因为我们上次看到他奉献圣殿的时候，大约不会超过45岁。所以到他年老可能是50多岁的时候，他的心都已经被诱惑，因为心在外邦女子的身上。那这些外邦女子呢，不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她们从小呢，就开始膜拜这些的神明，包括西顿人雅斯他路，那这雅斯他路呢，就是巴利的妻子啊，那是象征着多产还有生育啊。那这个雅斯他路呢，他也带进了这个男的妙计。好，所以我们在罗坡安的时期，会看到14章，列王记上14章会看到，这以色列里面已经有男的妙计，那就跟这个雅斯他路女神有关。还有亚门人可憎的米勒公，米勒公就是摩洛，所以在第5节、第7节，讲的米勒公、摩洛，是指同一个，就是亚门人。那亚门呢，这个罗坡安的妈妈刚才有讲，就是亚门人。那摩洛呢，他们呢就是要把自己的孩子，要来献给摩洛，而且那个摩洛呢，是一个呃用金属制造的神像，然后要把他的手，把婴孩放在那个神像的手上，那个神像的手呢，会用火把它加热，烧到通红，然后把婴孩献在这个烧的通红的金属的摩洛神的手中哦，所以这在后来的以色列当中，也不断的反复的出现了。那所罗门呢，为了这些女子，满足他们的心愿，让他们嫁来耶路撒冷，嫁进以色列，但是让他们还有地方可以祭拜。服侍他们过去的神明，所以所罗门第7节就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来建造这些的丘坛。好，那所以第8节说，他所有的妻妾，就是像那些自己神明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都是这样。好，所以所罗门帮他们盖丘坛，他们可能知道所罗门很会建筑，很会建造，那每一个都有要求，那他们就在那边展开他们自己的一个宗教的势力，但所罗门完全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想到，这已经成为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破口，也不仅在他的生命当中。也在他的国家当中，带来极大的危机。我们继续来看第9节，上主对所罗门生气，因为伊的心离开万人拜对伊出现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上主不命令伊唔通拜别的神明，毋过所罗门无遵守上主的命令，上主就对所罗门讲：因为你已经做这款代志，无遵守我的约，甲我的命令，甲我命令你的规律，所以我一定要拆离你的王国，将伊赐予你的人神。毋过因为你的老爸代笔的缘故，我袂伫你活地的时做这个代志。我要对你的囝的手拆离这个国，总是我无要将全国拆离。为因为我的仆人代笔，甲我所建的耶路撒冷的缘故，留一支族，互你的囝。那神在这里就对所罗门来第3次的显现，那这一次呢也是讲重话。好，那我们在之前有提到第1次的显现呢，是在第3章。
那第二次的显现呢，好是在第九章，好第九章。好，那在这两次的显现当中，好，从第一次的祝福，好，你要什么尽管求，好，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到第二次呢，好，献殿的时候，上帝的加上了警告。那到这一次呢，好，已经是惩罚了，好，说重话，好，因为上帝已经看到所罗门的所作所行了。那上帝的惩罚就是，第一个，因为所罗门没有遵守该守的约和律例，所以上帝呢用撕裂，撕裂这个国家，这个国度。那原文这个撕裂呢是撕碎，撕碎。就是连续两个字，这个字同样字连续两次，表示非常强烈的。所以上帝用这个字呢，也表示说上帝的心，真的是被撕裂。那把这个国家撕裂之后呢，把国家赐给你的大臣哦。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后来的反应呢，他没有学习他的父亲大卫，他的大卫呢，借刀杀人之后被指出罪恶，他就向神认罪。可是所罗门呢，却安静不说话。好，在列王记上，那我们明天会继续看到所罗门呢，安静不说话，可是他却斩草除根了。好，他想要比神还要先下手为强。好，那他做的呢，是完全错误的示范。那他而且提到呢，上帝也因为大卫的缘故不会在所罗门的日子，就是在所罗门在位这40年当中来撕裂国家，会在他的儿子，就是保留一个支族给他的儿子，也会在他的下一代，他的儿子手中来撕裂。好，那我们知道，就是后来这个罗波安从亚门的女子，所生的所罗门的儿子。那我们对照这三次上帝的显现，3章14节、9章4节，还有今天的11章12节，神三次向所罗门显现，每一次显现都提到上帝的话，每次显现都提到大卫这个人。好，那特别是今天，这一段经文也说，所罗门没有效法他父亲用纯正的心，来顺服。而是他的心呢被引诱，所以所罗门他的智慧，即便再高，他的聪明才智能力，可是如果没有保守他的心，这些的智慧、这些的才干、这些的能力，都没有办法来挽回他的心。所以箴言第4章23节，所罗门自己所写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好，那但是所罗门呢，一生的果效最后败在他的心上。今天的金句在11章4节，所罗门年老的时，才某有协伊去对白的心民，伊的心无亲像伊的老爸大卫的心，完全顺服上主，伊的上帝。我们看见所罗门，即便有举世无双的智慧，但是他没有办法抵挡住非700平300的诱惑。那这些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习俗、不同的宗教的势力，灵界的力量呢，让所罗门即便有全世界最高的财富、地位、智慧，却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些灵界掌管幽暗世界、空中属灵气的恶魔的这些的征战呢。即便所罗门国家40年的太平，没有战争，可是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呢，所罗门是节节败退，因为他的心呢，一点一点的流失，在上帝的身上，而没有在上帝的话语的身上。而我们也可以思想的就是，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智慧来抵挡各样的诱惑呢？不论是来自于世界的，或是来自于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什么样的智慧，人工智慧 AI 能够帮助我们抵挡诱惑吗？呃，在以佛所书告诉我们要穿戴全副的军装。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试验，是用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应该要认真的读神的话。
要让神的话能够成我们心中的盾牌，圣灵的宝剑，能够效法耶稣，抵挡魔鬼临界各样的试探和攻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他人生的最高峰，却也陷入到人生极大的考验、挑战、试验、网罗当中。特别当所罗门没有保守自己的心，让自己的心被黏住、被吸引，而越来离上帝的话越来越远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讯号，就是一个危机。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天天来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花时间沉浸思想、思考。让你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愿你的话能够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到这世界的引诱，让我们能够定睛于你。也求主圣灵帮助我们，赐下圣灵的宝剑，也就是上帝的道，能够抵挡灭尽恶者撒旦所攻击一切的火箭，也让我们穿起全副属灵的军装。也让我们能够运用神的话语的权柄、智慧，能够来胜过仇敌，胜过引诱。特别主啊，当我们得罪你、犯罪、软弱，你来惩罚、责备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不要跟所罗门一样，也不要跟亚当、夏娃一样，要跟大卫一样，要在当下第一时间向主认罪、向主悔改，而不是不认罪，远离神。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摆上救赎牺牲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是罪得赦免蒙恩的罪人。谢谢主，谢谢爱我们的耶稣，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